大家好，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嘅人生係一部電影，而你而家唔係觀眾，仲可以突然之間企嚟同導演講：呢段劇情我唔鍾意喎，俾我改寫佢啦，會係一種咩嘅感覺呢？今日我哋會同大家傾嘅主題呢，就係叫做清明夢，或者叫做清醒夢。簡單嚟講，清醒夢就係一種你喺夢中突然之間覺醒，心裏邊大叫：我而家發緊夢啦！想象一下，你而家瞓得好甜，但你嘅大腦突然之間開咗燈，你依然喺度瞓緊覺，但你清醒咁意識到自己就喺呢個夢境裏邊。呢個唔係電影裏邊嘅情節，而係真實存在響科學嘅現象。清醒夢能夠讓我哋接觸到心靈最深處，跟我哋嘅潛意識共舞。可能會有人懷疑呢一刻會唔會係半夢半醒，或者係只係比較真實嘅夢？錯啦，科學嘅研究已經證實，清醒夢係一種獨特嘅意識狀態。當你進入清醒夢嘅時候，你大腦中負責自我評估與感知嘅區域呢，就會着咗燈啦。有趣嘅部分就係清醒夢嘅感覺比真實仲要真實喎。喺夢裏邊，你可以感覺到心臟嘅跳動，你可以聞到香氣，甚至如果你近視，你夢裏邊嘅視力可以係完美，因為你唔係用眼睛睇，而係用心去睇呢個世界。更有趣嘅係，研究發現清醒夢裏邊嘅時間流逝嘅速度同現實嘅生活幾乎一模一樣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晚最長嘅夢境有1小時，你等於每天多咗1個小時去探索你心靈內部嘅宇宙。你可能會問：我瞓覺就係為咗休息，做乜要搞到咁忙呢？我哋一生之中有1/3嘅時間都會喺床上邊度過。如果呢段時間只係浪費，咁就太可惜啦。清醒夢能夠讓睡覺變得超級有趣，唔單止係好玩。清醒夢係一個強大嘅神經素性 neuroplasticity 嘅練習場。你嘅大腦其實分唔清你喺現實中練習定係喺清醒夢中練習。如果你喺清醒夢裏邊練習運動或者藝術，你嘅神經通道亦都會跟現實中嘅練習一樣被加強。如果你喺夢裏邊展現勇氣，你亦都喺現實中會變得更有勇氣。甚至可以讓你嘅大腦展現高層次嘅冥想，亦即係你嘅大腦會產生更加多嘅伽馬腦波。你可以把清醒夢想象成一個心靈實驗室，有人甚至利用清醒夢嚟減肥，因為夢裏邊食大餐太真實啦，大腦就會發出我飽啦呢種感覺俾你嘅腸胃，讓你喺現實生活中唔再渴望食一啲垃圾食物。弗洛伊德曾經講過，心靈就好似一座冰山，我哋意識到自己嘅思考感覺，而呢啲只係佔咗水面上嘅10%，而90%嘅潛意識都埋藏響冰山下邊。夢就係潛意識寫俾你嘅信。想象一下，你有個朋友每晚都寫信俾你，寫咗一世，你卻一封都冇拆開過。潛意識一直試着透過夢嚟告訴你深刻嘅洞見，但我哋通常選擇忽視。當你學會清醒夢嘅時候，你就唔單單係讀信啦，而係直接走入去寫信人嘅辦公室裏邊，同佢交談。呢種對話非常直接，充滿智慧，而且會徹底改變你自己嘅認知。好啦，聽起嚟好似好正咁。咁今晚要點樣做呢？呢個唔係魔法，係需要練習嘅。呢本書嘅作者為我哋準備咗第一個工具箱——記憶練習。首先，我哋要設定意圖。臨瞓前一直對自己重複講：今晚我會記住我嘅夢，我有極佳嘅夢境回憶力。
咁通常可以講3次或者4次啦。當你醒起嚟嘅時候呢，唔好咧立即離開你嘅床啦。你可以感受下你自己身體嘅感覺。有時夢境係儲存喺身體裏邊嘅。另外，你仲要準備你嘅夢境日記，呢個係最重要一步。無論你係想寫喺筆記簿上邊啦，定係用手機錄音，只要你開始記錄你嘅夢境，你就係話俾你嘅潛意識聽，我而家聽你講話啦。最後，我想引用作者嘅一個比喻，試着解釋清醒夢嘅感覺，就好似形容朱古力嘅味道。我可以用10000個字嚟形容朱古力嘅味道，但係除非你親自咁樣去品嚐呢個朱古力嘅味道，否則你永遠都唔知道朱古力係有幾甜美。清醒夢就係一張通往你內心朱古力工廠嘅入場券。今晚臨瞓前，唔好立即閉上眼睛，試着同你嘅潛意識講聲嗨，然之後準備好去開啟嗰場你人生之中最精彩嘅冒險。記住，我哋要學習清明夢或者清醒夢，唔係要控制潛意識。就正如水手唔可以控制大海，我哋唔係控制我哋嘅潛意識，而係與潛意識成為盟友，以獲得更大嘅力量。咁希望大家今晚可以試下可唔可以記得你嘅夢境咯。拜拜。